艺术水阁好，搁将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在伫心肝内，话音讲做西伫深山内，这趣味笑亏就产生伫遮。啊，即款的情形哦，戏台顶上介济。你甲想啦，你甲想讲迄个山济济主顶台，看正边看倒边，即马探子总入来报讲报告。山济济主有诶爱讲笑的，讲269。即马吼，大卡看戏都会笑啊，因为讲话音嘛，人是要讲报告、讲报告。济主讲吼，200啦，毋是190啦。共款，毋来干那山济济主歌戏上舞台有戏，咱换来讲布袋戏，原来有戏。布袋戏，那迄个白喙手的野蠓出来，你讲国情啊，我知，这胖道教的哦，无毋对。伊即马出来会家己报讲，我修道人天生善人，我修道人海潮圣人，贫道还未报名好的时阵，有当着啊吼。后台讲口碑主演会较甜笑，讲贫道毋是笨道，啥做笨道？铁枝路一支行出去奔上车，即马火车行对山还是行对西，都爱靠笨道落去切了正确，才袂出代志发生意外呢。啊，你甲想啦，即句笨道这是现代铁枝路的建设，但古早修道人免来好讲，毋过就是因为安尼讲话音趣味，所以吼贫道毋是笨道。大家看戏就笑啦，贫道海潮圣人，就爱毋是笨道即句先讲哦。啊，毋若干那讲流白喙手的野布袋戏翁出来会讲即个话音尔，嘛毋若干那山济济主会讲即个话音的笑亏尔。济主顶台徛中有戏，共款县官顶台徛中有哪有戏？边仔吼县官去到舞台前。看当探西的时阵，两个小叔啊就淡仔加耳啊，讲你甲看即个县官敢好人？哦，我咧看伊胖好人，好人食猪肝，好人食猪肝，即句讲出来，我甲你保证啦，大家看戏难免就知啊啦，因为即个县官吼会安尼手骨伸长长，要共扇巴肚边啦，啥做扇巴肚边？揩油搁兼提收费，所以毋知影讲即句好人食猪肝。大家咧看戏，听到原来会起爱笑，因为食猪肝就是话音嘛，就是我对食钱肝去啦。讲伊明明都好人啦，看起来表面上吼真正派啦，事实吼食钱肝就对啊啦。啊嘛，毋若干那县官有戏啦，原来有迄个苦出的老母牵囝，真乡人将囡仔带来要去找陈世美，煞去互陈世美甲赶出门，结果囡仔看到路边人伫咧卖鸡膏签，目屎一直流啦。想讲吼，妈妈我腹肚枵啊啦，想要买啦，想要买都欠角，这原来一句话音的笑亏哦。啥做买都欠角，表面上咧讲较买吼都袂发角啦。毋过咱嘛知讲这就是可怜艰苦的人，讲想要买啦，要买吼欠啥做角银角啊啦，日子真艰苦过啦。毋则讲这个话音的会产生真侪趣味，产生真侪台湾话上界艺术真艺术的所在就对啊。